屬豬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係一個重新開始嘅年份，因為喺成年你曾經經歷過犯太歲啊，亦都呢個沖太歲令你變化好多，喺感情運上可能經歷咗一啲嘅離離合合，運亦有一啲嘅變化喎。但係嚟到馬年咧就穩定好多啦。我哋今年有月德星，都係一個貴人星嚟嘅，仲有玉堂星，玉堂係代表住金玉滿堂啦，所以今年嘅財運係好咗噶咯。咁喺呢個年份入邊，如果你話舊年係分咗手嘅朋友，今年咧都會遇到少少合適嘅對象，不過咧係經朋友介紹或者長輩介紹嘅。但係呢段感情咧就唔可以太急進，而錢銀方面咧，今年亦都係一個重新開始，可以儲翻少少錢。同時嚟講咧，做生意嘅朋友亦都順利啲啦。但係空星方面仍有劫煞、死符同埋小耗啊。小耗係一個細嘅破財星嚟嘅，其實佢係可以化解噶，做啲善事啦，又或者嚟講，我哋做多少少破歡喜財嘅嘢，平時唔捨得買嘅，今年都可以買少少，咁自然咧個財運亦都好翻啲噶。